师兄，师兄。 师傅，那是什么？好强大的灵力啊！太仓神枪，白绝真神的神器出世了。快，带着师弟们去半山腰看看。是。师兄，这难道就是师祖说的太仓神枪？相传瞭望山乃是白绝真神在夏季的修炼之地，此枪以火蕴养，又有如此强大的神力威压。 定是太仓神枪。太仓神枪终于现世了。天帝陛下有令，若是遇到4位真神的神器，必须送回天宫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不要靠前。师兄，师兄，火麒麟，是神兽火麒麟，火麒麟。 东华座下弟子贤善，奉师命寻找白绝真神神器，不意冒犯太仓神枪，还请您息怒。滚！走，回去禀告师尊。快走！禀陛下，太仓枪在瞭望山出世了。 太仓神枪出世了，看来打开神界有望了。可带了神枪回来。东华正要禀告陛下，那神兽火麒麟也出现在了瞭望山，有那火麒麟相护，无人可靠近神枪半步。夏军有负陛下所托，未能将太仓神枪带回。你是说红日也出现在了瞭望山？正是。自古以来，这天地间的确只有红日神君一只麒麟神兽，东华也是如此猜想。只不过，什么？ 小徒贤善与那火麒麟交过手，他道麒麟神君虽神力不凡，比之陛下却差之远矣。也许只不过是一缕残魂。怎么会呢？当年红日与众神为了对抗魔族，陨落在神界。他的残魂既出现在这瞭望山，说明白绝神尊当年也离开了这神界。 来过这瞭望山。等等，夏军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询问神君，不知神君可否移步后殿？那北海上君的容貌与白绝神尊如此相似，如今太仓神枪又在瞭望山现世，或许他们之间……不管何种猜想，眼下先得到神枪才是。如今瞭望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只怕妖族中人也会前来。 东华，即刻传我诏令，仙族、上仙品阶者，皆可夺枪。谁人得神枪认主，这枪便属于谁。可陛下，这仙妖皆来，只怕会生出乱子。你放心，届时本帝会亲临现场，出任何乱子，本帝亲自处理。